獅子山精神從嚟講嘅咧，都唔係話嗰座山嘅精神，而係每一個住喺獅子山下同舟共濟嘅精神。我記得咧，我細個咧住喺獅子山後面嗰啲木屋區，咁我當其時咧一火燭咧，其實都好大鑊啊，一燒就燒一大片噶啦。咁但係估唔到咧，今時今日社會已經咁發達，我哋都仲要面臨呢啲咁嘅風浪。近呢幾年嘅疫情啦、經濟啦，近呢幾日嘅火災，獅子山精神從來都唔係攞嚟懷念咯，我覺得，又係想話俾大家知，喺香港，當你跌低嘅時候，總會有人扶你一把。再三多謝各界對香港呢件事件嘅關心，亦都多謝香港各界嘅組織同埋內地好多民間企業嘅組織，呢一份嘅同舟，正正就係我哋需要嘅共濟。我明白呢一刻我哋可以做嘅嘢呢，真係好有限。有人想衝入火場，最後佢揸實拳頭；我哋想捐多啲錢，但係財力有限，最後只能送上祝福，同埋同喺現場救援嘅英雄人員們講聲多謝。同埋呢一刻，如果身邊有朋友受到呢場火災嘅影響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關心下佢，關心下你身邊嘅親人們。最後想同受災嘅家人講聲，傷口會愈合，家園會重建，撐住啊！